梅大英未曾行礼就离开，不合礼数。怎么了？伤到手了？没事，奴婢无碍。素练姑姑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皇后娘娘，臣妾告退。娘娘宽厚，可这小婢子出身低贱，轻狂骄纵，咱们要不好好管教她，哪日非仗着皇上的恩宠飞上天了？打也打了，雪地也跪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真的打破了脸，跪伤了膝盖，皇上要是真问罪下来，你怎么回话？臣妾就实话实说呀，左右也是梅答应自己错在先。梅答应确实有错，可不是本宫说你。皇上既然宠幸了她，又给了她名分，她和你就是姐妹，和睦相处是嫔妃们该守的规矩。就算是真有什么，你也该忍下一时之气。等日后时日久了，皇上冷下来了，你再缓缓教他也不迟。娘娘说的是，等皇上新鲜感一过，臣妾自然要教他。不过臣妾把他的脸都打成那样了，皇上会不会怪罪臣妾呀？你呀，苏烈，你即刻去太医院取一些消肿的药膏，替贵妃送给梅答应，也顺便把你的伤擦一下。是。主儿，您这是看什么看？我不说，谁都不许问。苏云，快去帮我找点去肿的药膏。是。主儿，您瞧，这红罗炭答应原是用不上的。遗诏书甚。这昨儿内务府上送来的，说是皇上的御笔，这几个字我倒是都认识，放一块儿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。仪礼中云：“敬而威仪，殊胜而得”，是要求女子和善谨慎，以保仪德。那么贤妃娘娘，您觉得我配不配得上这4个字？皇上既然赐了这张匾给你，自然是配得上。旁人都觉得我不配，但配不配，这都是我的。是。从我第一次侍寝到被封答应，一个个都乌眼鸡似的盯着我，哼，动不动就拿我的出身来笑话，恨不能生吞了我。您笑什么？贤妃娘娘，出身乌拉那拉氏也是贤妃您的痛处吧？我这一辈子只由得命，由不得人，谁也别想笑话我。主，素练姑姑来了，说是来送太医院的药的。让她进来吧。那本宫告辞了。贤妃娘娘请留步。贤妃娘娘，方才说话得罪了，烦请您替我看一眼那药，别又是什么祸害东西。好。请贤妃娘娘安，请梅答应安。奴婢奉贵妃娘娘之命，特从太医院取了上好的去肿膏药给梅答应送来。哼，贵妃好善心呢，刚打了我就送了药来，以为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就完了吗？她这药我还真不敢用。真是贵妃娘娘的愧疚之意，梅答应不敢用，奴婢倒不好回话了。罢了，贤妃娘娘，替嫔妾看一眼那药是否妥当。
这确是太医院的去肿药，本宫在前底的时候也用过的。梅答应还可以用冰敷，还可以用山药、薏仁、三七粉，这样也能活血化瘀。贤妃娘娘说的极是。梅答应，贵妃娘娘责罚您之后，心中也很是后悔，加之皇后娘娘训斥，所以吩咐奴婢送药来，以免皇上召见时梅答应无法侍奉。梅答应放心，用上此药3日便可去肿。3日？你敢保证皇上这3日都不召见我？皇后娘娘的意思，若真有宣召，也请梅答应顾全大局，切勿动气喧嚷。若再有枝节，只怕今日的事，梅答应自己也脱不了干系。只要这张脸没事，这次的事情我罢休就是了。梅答应如此聪明识大体，一定会步步顺遂的。那奴婢就先行告退了。梅答应安心养着，本宫也告辞了。主儿，您慢点儿。这什么人在那儿鬼鬼祟祟的？主儿，好像是贤妃娘娘身边的三宝。贤妃身边的三宝啊？那怎么会来咱们宫又从后门走出来？这奴才不知道。你快去查查。那奴才这就去打听打听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快起来吧。这下着雪你还过来，当心路上滑呀。给皇后娘娘请安，本该不分晴雨暑寒。你伺候皇上多年，最是得力。皇上登基后，便封你为养心殿副总管太监。只是这总管太监的位置一直空缺。奴才一心只想着侍奉好主子，别的已无所求。你来可有何事？回皇后娘娘，皇上吩咐了，说今儿个请皇后娘娘去养心殿一起用晚膳，请皇后娘娘预备着。好啊，你去回禀皇上，本宫会预备一些皇上爱吃的小食，一起带过去。那奴才告退了。王公公，这是本宫赏你的。谢皇后娘娘赏。莲心，送王公公。是。你笑着真好看。你怎么了？素莲姐姐，那个王公公每一次过来都毛手毛脚的，上次还让赵姨太递了镯子给我，我才不要呢，真讨厌。一个没根的人，成天做这些没道理的想头。要不是皇后娘娘用得上他，谁搭理他呀？主儿，奴才打听到了，奴才听湘云说是三宝给海城寨送的炭。送炭？什么炭？取暖的黑炭呢？这个海兰，咱们不就用了他点炭吗？居然让贤妃来接济他，好像让旁人觉得咱们多苛待他似的，真是吃里扒外。湘云怎么不来回报呢？湘云以为是小事儿，所以就没跟您说。告诉湘云，以后大小事都得事无巨细的来报。是。皇后娘娘说的是，这个海兰还真是不得不防。主，您别看书了，咱们这炭又快没了。这贵妃娘娘也太欺负人了，克咱们那么多份礼。姐姐要我多读点书，我得加紧用点功。读书又不能当饭吃。主，您看这算什么饭食？
便是一个宫女吃的还比这个好些。算了，能吃饱就行。主，您是皇上的常在，不是受苦的下人，吃的不好，哪有精神看书啊？主，您还是赶紧用膳吧，冷了更难吃。听你的，你这么念下去，我也看不了书。主，听说这2日贵妃身上有些不舒坦，您怎么也得去问个安，别让贵妃又挑眼了，要发落您。哎呦，怎么一点声响都没有啊？哎呀，这才是嫔妾认识的贵妃娘娘嘛，都像嫔妾穿的这样寒酸成什么样子啊？皇后娘娘奉行简朴，本宫自然是遵从的。可是这天实在是冷得受不住，回到宫里，还不能穿得自在些吗？是。来，嘉贵人这边坐，这儿暖和。好。娘娘的寒症可好些了？一到冬日里，本宫浑身都不爽快。你吃没白眼往本宫暖阁里闯，是什么道理啊？嫔妾听说贵妃娘娘身体不适，她来请安的。你少在本宫面前晃悠就不错了。海常在，我也劝你一句，少惹自己的主位生气，少在外面吃里扒外的胡说八道，你的日子也能过得安生些。嫔妾不敢。嘉贵人，我们主胆子小，平时饭菜又不足，哪有说话惹人生气？放肆！哪有你一个下人说话的份儿？海常在，你是在怪本宫苛待你吗？没有，嫔妾只是自己胃口不好，吃的少。嫔妾知道，贵妃娘娘是顾惜嫔妾的。吃的就好，滚远些！嫔妾告退。贱人，就会装可怜。叶欣，在贵妃面前断不能这么说话。奴婢就是忍不得，贵妃自己背着皇后娘娘偷穿华服，阳奉阴违，却让您过得这么委屈，成日里却炭火不说，连顿好的也不给您吃。别说了，再忍忍，开春就好了。你瞧他刚刚盯着本宫的衣着看，肯定又要出去胡说。旁人那儿他倒未必敢说，可娴妃那儿，嫔妾就说不准了。本宫最恨他俩蛇鼠一窝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娴妃就是怕他冻着，所以定期来给他送炭，像本宫苛待了海常在一样。这个海常在心思也真是阴毒，偷您的炭火，害得您寒症发作，玉体不适。这样谋害主位的人，不死也得挨顿打呀。哼，嘉贵人真是好心思啊。嫔妾有什么心思呢？海常在他就是那样的人，那贵妃娘娘就好好整顿自己宫里的人吧。嫔妾先告退了。今儿的晚膳，皇上用的可好？皇后亲手做的，自然是好。韦答应和嫔妃们相处都还好吧？都好，就算是有些嘀咕，也是小女子吃醋的心思。皇上不值当听。有你这句话，朕就安心了。
主子们都歇下了，歇下了。走走走，我带你去暖和暖和。王公公，别拉拉扯扯。哎，外边下着雪呢，我这不是想带你去个暖和的地儿，暖和暖和吗？不用了，我得在这守着。今儿不是李煜当值吗？公公快去歇息吧。别叫公公啊，叫哥哥多好听啊。王公公，主子们都歇下了，惊扰了主子，咱们都吃罪不起。你守着吧。楚儿，这是海常在亲手做了送来的。绣的是我喜欢的绿梅。海兰靠的是奋力钱过日子，这么好的灰鼠皮子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得的，还给我做了护手。珠儿，你吃吧。珠怎么闷闷的？是想着大人吧？这就快年下了，府里的银子送了吗？自从皇后娘娘裁减开销，主自己都紧巴巴的，还净顾着母家。我在宫里花着也够了，给娘家补贴一些也是好的。楚儿出事了，楚儿，先府宫出事了，您快去瞧瞧吧。出什么事了？是海常在出事了。1个时辰前，先府宫闹了起来，说贵妃宫里的红罗炭用完了，但是莫心觉得用过的红罗炭数目不对，便查看宫里，结果在海常在房里用过的炭灰里发现了不妥，所以莫心说海常在偷盗了贵妃所用的红罗炭。海兰不是僭越之人，她必不会偷。三宝，你去送炭的时候，我吩咐过你，贵人之下不能用红罗炭，你送的可都是黑炭。错不了，奴才每次送的都是黑炭。主，你快去看看去吧。奴才得到消息的时候，他们正要给海常在上刑呢。给海兰上刑？是啊。去先夫宫。主，不能去。咸福宫就是一滩浑水，贵妃又矫情厉害，你哪里能管得了海常在？再说了，要去，那也该是皇后娘娘的事儿啊。皇后娘娘现在养心殿，想必已经歇下了。除了皇后，贵妃的位分最高，没有人救得了海兰。去先夫宫。这。嫔妾真的没有偷盗，贵妃娘娘，嫔妾没有偷盗。贤妃娘娘到。谢谢，谢谢，我没有偷盗。我知道。谢谢，我没有偷盗，姐姐。给贵妃娘娘请安。这么晚了，你还巴巴的来？得知贵妃娘娘得了寒症，特意过来看望。本宫有什么值得贤妃劳心的？倒是咸福宫闹了贼，贤妃耳报神快，就赶着过来凑热闹了。贵妃娘娘到底为何发这么大的怒气？回贤妃娘娘的话，海常在偷盗贵妃娘娘所用的红罗炭，犯上僭越，以致我们主缺了炭火，寒症发作，损伤玉体。海常在向来安分守己，且贵人之下不得用红罗炭。海常在又不是不知道，那就要问海常在自己了。奴婢在海常在屋中倒出的炭灰里，发现有红罗炭烧过的炭灰，且伺候海常在的宫女湘云也招了，是海常在指使他去偷炭的。是你告诉贵妃娘娘，是海常在让你去偷的炭？海常在怎么跟你说的？主就是说，不服气贵妃娘娘用这好东西，让奴婢
去贵妃娘娘那儿偷红罗炭，而其主一直嫉妒贵妃娘娘恩宠于皇上，也是想因此害贵妃娘娘犯病。本宫不信海常在会这样跟你说。湘云，你跟了我3年，我自问我待你不薄。主，不管您待奴婢如何，但昧着良心的事情，奴婢不能再做了。湘云，贵妃娘娘，奴婢知错了，奴婢再也不敢了，请贵妃娘娘恕罪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所以湘云，本宫不会责罚你的。海常在，你用心歹毒，又不知悔改，本宫不得不责罚你。双喜，奴才在。贵妃娘娘，您凭着炭灰和湘云的证词，就断定是海常在偷了红罗炭。但请您再仔细想一想，今日是腊月20，您用的红罗炭都是内务府每月按份地折半给您的，1日是8斤，1个月就是240斤。您说海常在把那些炭都偷了去，那至少有10天的份例，10天的份例就是80斤。海常在的宫室有多大，这80斤的红罗炭要往哪儿藏，您一查便知了。你的意思是本宫冤枉他了？贵妃娘娘，嫔妾没有偷盗。主，海兰，海常在，王公公，王公公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？麻烦王公公通传一声，海常在被冤枉偷了红罗炭，正在咸福宫受罚呢。可是这天这么冷，还下这么大的雪，这事儿还得请皇上和皇后娘娘定夺。既然是咸福宫的事儿，就该由贵妃娘娘定夺，你跟着瞎掺和什么？贵妃娘娘正在气头上，而且也发了寒症。我觉得这件事……行了，啰了吧嗦，别跟这儿赖着了吧，你见不着皇上了，走吧。王公公，还是请您通传一声吧。惊扰了主子，你斥罪不起。快走。王公公，我说你见不着皇上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小希，小希，我想办法帮你去通传皇上。贤妃方才说的对呀，这80斤的红罗炭，海常在一时也用不完呢，说不定是藏在哪儿了。既然海常在缓不过来，那本宫也没法问。双喜，奴才在。你去海常在的屋里，连着香笼衣物一起给本宫仔细的搜，搜出来以后，也好让他们死心。主，既然要查海常在的衣物，那海常在身上这件，奴婢也查一查吧。你放肆！海常在的身上也是你能搜的吗？一个偷盗之人的衣裳为何不可搜？贤妃，本宫在管教自己宫里的人，干你何事？好好的给本宫搜一搜，不许他藏你半分。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不许碰他！主，若曦，你不许碰他！贤妃，放开！半夜3更咆哮咸福宫，你给本宫跪在那撕过！贵妃娘娘，奴婢求求您，不能让我们主这么跪的呀，他会冻坏的。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，都是嫔妾的错，嫔妾认罪，嫔妾不是有心偷的。这个贤妃娘娘无关紧要。海兰，你没做下的事不许乱认。快出贤妃娘！贵妃娘娘，海常在也是皇上的嫔妃，你不能当着奴才们的面羞辱她。你脱了她的衣服搜身，你不是要了她的命吗？做了贼就别怕没脸，若不知悔改，
也是他自己逼死自己的。皇上驾到！主。臣妾请皇上安，请皇后娘娘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听说你发了寒症，就赶了过来，要不要紧啊？谢皇上皇后关爱。皇上都睡下了，听闻你得了寒症又动了气，急得不成样子，所以就赶了过来。臣妾宫里少了红罗炭，引发寒症。太医瞧过了吗？到底怎么样？主，扶贵妃进去坐着，多拿几个手炉给她。是。主。雪地里跪着，衣裳也湿了，快去换件暖和的衣裳吧。速去海常在屋里换了衣裳，再来见驾。是。主，快，来，小心点。主儿，我去给你弄点热水。别怕了，皇上不是来了吗？姐姐，啊，皇上会为我们做主吗？会的。你也赶紧先把湿衣服换下来再盖。回皇上，贵妃娘娘寒症发得不轻，又动了怒气，得好生调养一段时日。今儿个怎么发那么大的火呀？皇上，臣妾无能，竟让人在宫里生了偷盗这种丑事。偷了别的还好，可偏偏是臣妾冬日里必不能少的红罗炭。海常在为何要偷红罗炭呢？臣妾每次去伴驾，就听他的宫女湘云说，他总是在背地里咒骂，臣妾都不与他计较。可是他偷炭，引得臣妾寒症突发，真是其心可诛。如今人赃并获，他的宫女也招供了，他才勉强承认。还有贤妃，今夜更是大闹咸福宫。臣妾给皇上、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，给海常在赐座。谢皇上。贤妃，刚才贵妃说你大闹咸福宫，可是真的？回禀皇后娘娘，臣妾听闻贵妃娘娘得了寒症，故来探望。谁知正碰上贵妃娘娘以偷盗之名对海常在大施刑罚，还当众搜身折辱。臣妾不相信海常在会行偷盗之事，所以必得为海常在辩白。起来吧，冻成这个样子，拿着手炉说话吧。李煜，给海常在。是。谢皇后娘娘。皇上，虽说贵妃在海常在那儿搜到了红罗炭的炭灰，也有湘云作证，可是什么？朕记得天刚冷的时候叮嘱过你，宫里面唯有海常在还有婉答应用不上红罗炭。这婉答应位分实在低也就罢了，海常在若是要红罗炭，从你那儿拨给他就是了。朕还记得叮嘱过你，此事不得声张，免惹是非。你怎么那么老实啊？贵妃都气成这样了，你还不和她说实话？是，都是臣妾的不是。臣妾一心只记得皇上的叮嘱，不许外传，也交代了海常在，
没想到海常在跟臣妾一个心思，不想往外说了惹是非，谁知道还是惹了是非。贵妃啊，此事呢是贤妃太痴了，不懂得转还，你就别放在心上了。你身子病成这样，也受不住那么大的气。王卿啊，奴才在。往后咸福宫要是缺什么少什么，就从养心殿里拨些给贵妃用啊。这多谢皇上关爱。好了，你既受了风寒，早些休息吧。皇上，偷盗之事便算了，犯上是大罪，您不能这么轻易饶了他。还有贤妃，今日对臣妾无礼。你打也打了，罚也罚了，他们两个还被弄成这个样子。看来今日啊，朕不赏罚分明，是消不了你的气，也平息不了这件事情了。皇卿啊，奴才在。此事的证人是海常在的宫女，叫湘云的，对吧？是。带她进来。这。奴婢湘云，叩见皇上。生的倒是周正啊，舌头也灵活，能招出今晚的事情，是个会说话的舌头。王琴啊，奴才在。带他下去乱棍打死。这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！皇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回皇上，湘云已经打死了。今儿的事，朕要宫里人知道，挑拨是非、谋害主上是什么下场。是啊，这样的奴才留不得。皇上不责罚，臣妾也会责罚他，以儆效尤。听到没有？贵妃立下的规矩，大家都要谨记。奴婢谨遵教诲。夜已深了，咱们回去吧。皇上。对了，齐若，在。你方才说贵妃要静养一段时日，是多久啊？总得2、3个月吧。2、3个月啊？贵妃啊，那这3个月你就不宜搬家了，好生休养着。皇上。走吧，皇后。海常在，你再住在咸福宫，也只会惹贵妃生气了。延禧宫还空着，你就搬到延禧宫住吧。臣妾谢过皇上。贤妃啊，好生调教海常在，别再惹出此等事端了。是。走吧，皇后。恭送皇上。恭送皇上。贵妃娘娘，我们也告辞了。卓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方才不敢进咸福宫，原来一早回来了，在这享清福呢。阿若，徐太医已经来了，已经在里边候着了。慢点，主。好，三宝在，你去把后殿收拾出来，给海常在住。这。哎呀，主，慢点，马上就到了，再忍忍。
喝了姜汤暖和多了，阿若，你也把姜汤快喝了。是。主儿啊，奴婢觉着皇上心里还是对主儿好。主儿，许太医替海常在诊治完了，来替您瞧瞧。快请进来。贤妃娘娘万幸，您素昔身子强健，只是受了一点风寒，微臣会开一些发热疏散的方子，只要娘娘连着喝几天药，注意保暖，就会好的。但切记切记，这几天不能再见风了。多谢许太医。海常在如何了？海常在刚刚喝下微臣开的安神汤药，已经歇息了。那他的伤，这有话您不妨直说。受寒和惊吓都是小事，风寒虽重，调理着也无大碍。要紧的是海常在的双足。要紧吗？海常在是足心的涌泉穴受了伤，才会如此虚弱，形同重病。那有法子医治吗？微臣会掂量着开个方子，使寒气外泄，伤口愈合。等伤口愈合后，再每日按摩，但求见效。有法子治就好。多谢许太医。三宝，奴才好生送许太医出去。这微臣告退。主就放心吧，一切都打点好了。海常在已经喝了安神药汤睡下了，像是连番折腾人也累坏了。您若想去看他，还是等明日养足了精神再去吧。也好，我也乏了。你是翅膀硬了是吗？亏了我没回屋，你就非得整出点事儿来。主子们都歇下了，算你厉害。我刚坐下休息，你就溜进去禀报皇上。贵妃娘娘生了寒症，皇上一向是心疼贵妃的。李公公可真傻，贵妃再要紧，比得上皇上和皇后娘娘吗？他可不傻，他是聪明透顶了。看见我赶锁心，就冷不丁的给咱们来一下。养心殿的事儿，皇上让我掌着，你就耐不住性子想爬上来了。有我在，你想都别想。奴才不敢。还不滚！阿若，你干嘛呢？主身上冷，奴婢心里更是有气。贵妃竟然这样折辱您，主，你一定得想想法子，不能再这样受委屈了。那依你看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按奴婢的意思，人活一口气，树活一张皮，一定要好好争了这口气回来。论家世，乌拉那拉氏是出过中宫皇后的，贵妃只是包衣抬旗。论位分，贵妃和妃位就差了那么一截儿，哪天冷不丁的就越过她了。论恩宠，从前主与她平分春色，如今只要放出手腕来，好好笼络皇上，皇上就会常来延禧宫的。你说的都没错，什么理儿都占上了。可是你也不能只看眼前的得失。我呢，不看一个人的长处可以带他飞得多高，我只看一个人的短处可以让他摔得有多重。贵妃行事鲁莽，动摇了圣心，有她的苦吃呢。可奴婢还是不解气，这么折磨主和海常在，才3个月不能搬家，3年也不为过呀。好了好了，今天晚上你也够折腾了，赶快回去歇吧。谢主体恤。索性，
今天晚上多亏你去禀告皇上，要不然皇上也不会来得这么快。奴婢后在咸福宫外看见主受辱，当然要去禀报。只是王清公公把奴婢轰了出来，正好赶上李煜公公上夜，这才去禀告了皇上，否则事情也耽搁了。王清哪是个好相与的，他只听贵妃和皇后的话。王清不好相与，不过李煜不一样。这就是你比阿若细心的地方，言语不多，眼睛却落在了实处。奴婢出身寒微，是主心疼奴婢，把奴婢一路抬举到了今天。奴婢没什么可说的，只有一心一意护着主，伺候主罢了。阿若啊，机灵，但嘴太快了。你心思安静，就当给我多长一双眼睛，多顾着些吧。主放心，奴婢定不会辜负主的期许。睡吧。